今年的国庆宴会10月72日的婚林虎尾高铁来举行，刷落去这个国际红仔戏节10月11到13，嘛是伫高铁来举办，邀请乡亲来参加。欢喜有婚林。 大家花口好，邀请全国民众同齐感受五戏美丽。今年度婚林国际五戏节会伫咧10月11热烈起考，由来自国际表演团体和台湾在地演艺团体共同打造丰富艺术响应，各在地设置等等丰富活动。还有一个特展，那就是所谓的突破传统的展览方式。婚林馆长张立生讲，后半年婚林活动是摆甲点，邀请乡亲欣赏完国庆宴会卖管理走，继续留点伫咧婚林大会讲下来体验五戏节丰富活动。能够来云林县住上5天4夜，不只有美食美景，还有非常棒的艺人表演。有兴趣民众到规家伙啊带咧，同齐来遮行绕咧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